孔融讓梨是中國古代著名的美德故事，源自東漢末年文學家孔融4歲時的故事。他拿梨時主動選擇最小的，把大的留給哥哥和弟弟，用以教導人們懂得謙讓、尊老愛幼和合乎禮節的道理。孔融4歲時，家裏分到了一盤香甜的梨子，孔融挑選了最小的一個梨留給自己，把大的按長幼順序分給哥哥和弟弟。父親問他原因，孔融回答自己年紀小吃少的，大梨該給哥哥。若問及比他小的弟弟，則認為自己身為兄長應該禮讓弟弟。父親聽後非常高興，稱讚他小小年紀就懂禮貌與謙讓。例句：哥哥把大塊的蛋糕分給弟弟，媽媽誇獎他有孔融讓梨的精神。